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蛮危险的，你知道我们这个节目调性，就是我们今天是讲到什么聊什么，就可以 Google 什么。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不行啊，我们 H 看的东西，我们要，如果我们打一个，比如说你随便打一个对魔人，这类型就是很有名的 H 片，不会出事啊，不会啊。你不会出事的根据是什么？啊，我在兔局上面都有播这么久。可是你刚才跟我讲说你 YouTube 都搞掉，不是你们有播 YouTube 吗？这个之后搞不好会上 YouTube 啊，会上你们再剪掉就好嘛。好像也是可以的啊，不用怕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聊一下，为什么你会被称为小黄哥权威？那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是世人对我的误解。世人对你的误解。对，因为我那天有跟泱泱大叔聊，那天就有在聊，他说其实我也没有在看你的小黄哥，只是因为大家都这样叫，他就跟你这样讲。可是一定会有个起头啊，一定会有一个，所以就是误会就是从那边来的嘛。那误会是从哪边来的？就是从那个起头的来的。那起头是谁？我要是知道，我他妈抓出来打。他是我第一个我觉得很佩服他的一个女创作，因为我佩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都会自己跟观众聊黄色笑话。其实我也是蛮害怕人家赢，害怕人家赢你。那个不怕，那不怕对。那天我们不是在连趴吗？然后贝利美身上不是贴了一堆你说那个对，就是什么他坐在我旁边，什么中出我啊什么的，然后他就有贴一个，然后那时候他不是穿裙子，有没有地方贴？然后就那就贴裙子上啊，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样没办法贴，这样要贴一定会摸到屁股。他说你手伸进去嘛，伸进去嘛，准备要贴的时候，他突然一转身，吓到把他收回来。搞不好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跟你也熟，也认识很久。我跟他认识10多年，你认识他的时候几岁？他现在都已经24岁了，没有被钓到厉害，这可以啦，还没啦，可以。这个呢？那个都白光了，没差啦。好，先不要打，我先看一下。在退局上这个可以啦，可以吗？可以啦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在退局上这个可以啦。他这个有这个呢？怎样？退局上面不能讲口交的，退局上面不能讲口交的，退局上面不能讲口交的。不是啊，正常性行为这是观念嘛。OK， 新闻都报口交。OK。那个谁的老婆不是讲口交？那个进我们可能下个礼拜有那个 Now News Scan 2哦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他们刚刚跟我讲说，天没有极限。限界はない。为什么要跑到人家雕像上面啊？有掩体啊！你不要连这个都要看哦！最怕人家那个位置。他怎么会动？你是我看一下，说人家到底为什么这一个人这么多女生，为什么只有他这样做成雕像？你总是要理解一下为什么。好 ，OK。对他干嘛？他就故意掉东西在我们家，他就希望说他可能在去你家偷偷看。他不是本来就会回我们家？没有找理由，最讨厌这一种。那如果说今天真的有个人说有个女孩子说她门禁卡不见，然后接住你家，是啊，我有客房啊，不是因为你们这边的好笑点是在最讨厌这种，对不起啊。如果说假设你在现实生活真的遇到这样的少女，我就跪下来跟她说谢谢，直接跪。